当初我在教坊司，经常受到林七小姐的虐打，她的鞭法在整个花园可都是数一数二的。既然从前过得不好，就不要再想了。这林七小姐打人，有的时候皮开肉绽，这有的时候又是内伤，不知道她今日会对三公主用哪种打法。也就是些皮外伤，芊芊她到底是城主女儿。林七断然不敢把事情闹大，你不必再劝，我是不会去的。他是输是赢，是死是活，都与我无关，我不关心，也不想知道。回禀大郡主，你派去打探消息的人说……胡说，谁派人去打探了？芊芊她如何了？三公主她遍体鳞伤，却还不肯认输。他这是在逼我。大郡主，那你究竟要不要去看？可是我去了又能有什么用呢？平白被人耻笑。大郡主，得罪了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跟上。是。17。结束了，你输了。芊芊。芊芊，你认输吧。傅剑，我答应你，傅剑，你认输吧。再打下去你会没命的，芊芊，你听姐姐的话，你快点认输。比武就比武，搞得这么苦情，演给谁看啊？一介废人，无论如何只会被天下人耻笑。你让我重新站起来，就如同武功尽失的你要赢得武士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让你的比分比林七高一分，这个时候就算你们同时滚落台下，打成平手，到时候也是你获得武士魁首。芊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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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芊芊，你耍诈！是你轻敌了。公主啊，你现在已经赢了武士了，如果策论再得个甲等，那就完美了。